时局动荡起来，内战的混乱使上海到处弥漫着彷徨恐慌的气氛，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世道又一次乱了，戏究竟还得唱下去。越剧红绫柔弱的肩头开始担当起道义2个字，他们在乱世中细细体味人心向背，带着对和平生活的朴素向往，冒着风险演出针砭时事的戏码。1949年上海解放，他们期盼许久的翻天覆地的新生活终于来临。新的中国，他们的命运和越剧的命运又将开始崭新的轨迹。1949年，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让内战局势成为定局。当年的天下和人心都已非国民党政权所有。这一年的暮春，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地杀过长江，而下一个目标则是上海。1949年5月25日，上海八仙桥建成电台来了一群漂亮的上海小姐。知情人定睛一看，才知道今天来的全是平日千金难请的越剧名角。为了配合解放形势，越剧界成立了5个宣传队，以剧团为单位进行播唱，迎接上海解放。这一天，建成电台的直播室里真切地响起了袁雪芬、尹桂芳、竹水娇、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和王文娟等名噪一时的越剧红绫韵味醇厚的声音。而在此刻，人民解放军正迈着整齐的步伐入城，在夹道欢迎的喧天锣鼓中，他们中有很多人隐约听到了被欢呼声掩盖了的电台广播。那些缠绵悱恻的吴侬软语在耳边飘过，久经沙场的血性男儿才意识到，真的在上海了。不久，有人发现雪声剧团那个文质彬彬的剧务部主任刘厚生，居然穿上了神气的解放军军装。原来，他的身份果真如同人们一开始猜测的那样，是个地下党。越剧姐妹终于长吁了一口气，感到尘埃终于落定。此时在他们的心头油然升起万丈豪情，他们向往已久的黄金岁月真的要来了。1949年9月，在上海开往北平的列车上，袁雪芬怀着忐忑不安，同时又激动不已的心情，放眼窗外那一片新生的风景。几天后，他走进了第1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那个时候有梅兰芳、周信芳、陈延秋，加上我这小鬼，一共4个人。我当时不肯去，我当时通知我叫我去开会，我说我有后头能啊，是吧？我梅兰芳、周信芳、陈延秋都是我的先辈，我是晚生，他们艺术上都有贡献。我是无需人员，我只有20岁嘛，20几岁嘛，对不对？我发誓你们另外找个人吧。那后来底下党的那个玉文先生讲，怎么另外可以找人？你是中央决定的。林铎区秘书长，请主席。10月1日下午3时，袁雪芬作为全国所有地方剧种的唯一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距离开国元勋20米远的观礼台上，性格刚强的袁雪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或许是越剧在新中国的大舞台上展露的第1个表情。1950年夏的某一个黄昏，
残噪声响彻的上海小弄堂。酷热的暑期照例是剧团的歇夏时间。有人和范瑞娟提议，趁着空闲，不如组织东山乐艺社进京演出，让首都人民也看看粤剧。范瑞娟认同了这个主意。以后呢，我们是这样啊，我们要得像这个解放军那样，是吧？重庆的李宁照、八国毛，是吧？大家背着背包，穿布鞋、穿跑鞋这样去啊。那么大家，我作为是上海人，不是做上海小家去的啊，这好，大家蛮好去。那么也要去的人呢，就是说开门的人也去，烧完的人也去。那高兴死了，因为当时我们粤剧啊，从浙江、从老家到杭州已经很大很大了，杭州到上海也是很大很大，但是还没有让北方，就是我们粤剧连长江都没有过过。那么，哎呀，一定要去。在北京的演出经由老熟人田汉的精心安排，十分顺利。当时的田汉已经是中央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他在解放前与上海粤剧界有过不浅的交情。仰仗他的帮衬，东山乐艺社在北京的演出十分顺利，几乎场场爆满。这次进京的剧目也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东山乐艺社搬出了看家好戏《梁祝哀史》。到了北京的田汉先生啊、文艺家啊、领导啊，都来接我们了。我们是好像哦哟，你想不到对我们是那么郑重，那么给我们剧场啊准备好了，就演出来两三部作品的，那当然好评了。那这就是特别这故事嘛，大家家喻户晓，就是我们那个舞台的有点变化，台上得来的，那是非常新颖的，对观众就是对我们粤剧非常好评的。早在粤剧前身落地唱书时期，艺人们就根据流传在盛县的民间传说，编成了《18相送》《楼台会》等小曲儿。后来小歌班的小戏《18相送》和《楼台会》在浙江城乡上演了10几年，被当时在上海的南班名声王永春和名旦白玉梅加工成了上中下3本的连台本戏《梁山伯祝英台》。对于一个古子老戏，声名鹊起的名角们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热情。李艳芳的《山伯回书》，马章花的《梁祝痛史》，越剧皇后姚水娟的《梁祝》，以及袁雪芬与范瑞娟的《梁祝哀史》等等。塑造梁祝形象的成功与否，似乎成了证明一个越剧演员演技优劣的评定标准。行家里手各领风骚的戏才是真正难唱的。看来50年代夏季的那几场《梁祝》是范瑞娟和傅全香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演的。北京的观众第一次身临其境地看到这个柔美缠绵的南方戏时，似乎忘却了西皮二黄给他们带来的长期的熏陶，而把心情软款地融入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悲剧故事里，释出几滴伤心泪来。令范瑞娟和傅全香没有想到的是，周总理也悄悄地看了《梁祝》。他后来邀请范瑞娟、傅全香、南威和陈鹏到家中做客。那个中午的午宴，是总理为东山乐艺社结束进京演出返回上海特设的饯行宴。虽然有田汉和鲁迅夫人徐广平等人作陪，范瑞娟还是紧张的有些语无伦次了。那么这个是呢，这总理就讲了，可因塞王他不良，强抢名誉，这个贼难到。那么大家高兴笑了，哎呦，就真的把总想记着2句对诗2句唱啊，你又给我们听了。那么我们的紧张气氛啊，笑了。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周总理进去接了个电话出来啊，他说恭喜你们。
今天晚上毛主席在万人堂要看你们2座暗示。哦，我们又紧张又高兴。我问大姐，这是真的吧？我非常天真的大姐讲，而且当然是真的了。他说，已经在前门火车站装车的服装道具箱子又重新被卸了下来。准备打道回府的东山乐艺社大部队听到这个消息后人心大振，立刻整顿队伍直奔中南海。就是我们粤剧第一次上北京，第一次进了中南海。当时演出呢，的确就是毛主席最总理，就是还有就是刘少奇，还有朱总司令，反正我叫得出的名字就是全部来看了。我演出2座的4座1场，那么毛主席呢在第5把。那我现在讲的，这本来我那个是不知道了。他说看你傻乎乎的，快听你把绳子对你把绳子伸出来啊！人家这现在早已嫁出去了。那么最后的干部啊都小了。在谢幕的时候啊，看到是谁，可怜我一个也没有看到。我只有看到毛主席跟周总理音乐节，我就是掉眼泪。演好了以后，毛主席叫啥呢？叫总理同志，他是毛主席压力当一回事体，代表毛主席，他是接待我们到那个营队啊去压餐。在东山乐艺社进京演出的前1个月，朝鲜战争爆发。毛主席在这个关口连夜开紧急会议，多少是朝鲜战争局势吃紧了。1年之后，1951年的10月7日，还是在中南海的怀仁堂里，毛主席第2次观看粤剧《梁祝》。而那时的抗美援朝战局已经上升到持久化状态，为人眉宇间隐约留存的丧子之痛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消除。抗美援朝对新中国来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年轻的志愿军渡过鸭绿江，牵动着举国上下几万万同胞的心。虽然红色中国的人民饱受着多重的压力，但振兴家园的如火如荼的热情随处可见。在当时，购买一架战斗机大约需要人民币15万元左右。范瑞娟提出捐献战斗机的想法，很快得到了上海粤剧界30多个剧团和3000多名员工的响应。总工委给一个文艺工委，那么是我们直接领导，那么在秘书啊在一道去商量，他们说哦，你这个想法很好，是吧？这个想法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实行。那么我说我想问几个问题啊，我说顾虑是有顾虑的，我们架飞机是吧？我说成都力量大了，我开大会开下来了，他们大家都很高兴，向中央去学习，我们演出好了。粤剧界又一次声势浩大的义演开始了，这使人想起4年前的那个夏日，那个让粤剧姐妹记得一辈子的义演《山河恋》的日子。而他们身边再也没有小丹桂袅娜的身影了。不久以后，一架粤剧号鲁迅战斗机在新中国的土地上腾空而起，向着朝鲜3000里江天直飞而去。转眼又是一个国庆，以范瑞娟和傅全香为首的东山乐艺社的大部分成员这时都已加入华东戏曲研究院粤剧实验剧团。这一次是他们进京为国庆2周年献礼演出，他们带去了《梁祝》《宝莲灯》和《父子争先》3个剧目，
招待全国各地来京的观礼代表和部分外宾。在京期间，范瑞娟还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同时又是全国政协的特邀代表。那么一面是开会听报告，听毛主席报告，一面呢我还要演出披山救母了，是吧？那这个时候那天呢休息的时候，毛主席过来了，我一紧张，哎呦，休息的时候毛主席过来，我说两个跑开，小胖就说啊，被我一把拉住，哎，毛主席快过来，你干嘛那么紧张？哦，我说不好意思，我不好紧，拉住他。毛主席来了，没叫声毛主席就是了嘛，干嘛走掉？不要走掉，他给我拉住。毛主席就叫过来，毛主席眼睛是很明水，他说你就是演梁山伯这应该对梁山伯吧？我就对了，毛主席是。那么我说毛主席，你看了2次，第2次啊，又看了披山救母，给我们提意见啊，指教我们。那毛主席也给我讲啊。2次呢，你们这个比50年的时候啊给得好。范瑞娟知道主席说的正是他先后看了2次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这次改编中，编剧徐进等人既保持了原剧本优美朴素的特色，又突出了他的反封建意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在50年代，人们涉及有关爱情的表达通常是内敛和羞涩的。这样的情感拿越剧的曲调缠绵的唱来，竟然在温婉刻骨的柔软中折射出一种如钻石般坚硬的光芒。那种忠贞、顽强和执着的力量，含蓄地符合红色中国的人民对待爱情以及对待命运的态度。台下观众如雷般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对这个戏的热爱。从这个时候开始，在远离越剧的北方土地上，已经有一些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时髦青年开始随口哼起这个南方小调。1952年的冬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毛主席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电影的请示中亲自做了批示。范瑞娟和袁雪芬被主席和总理亲自点名为梁祝的主演。上海的浮华盛景一直少不了电影的点缀。1926年，电影皇后蝴蝶主演的《梁祝痛史》被搬上银幕，这是梁祝故事的第一次触点。这时，后来被很多观众视为梁祝化身的范瑞娟、袁雪芬和傅全香，都只是牙牙学语的乡间小童。随后的1935年，天一公司复拍了梁祝故事，受到东南亚观众的追捧。1953年春节刚过，主要负责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任务的夏衍和于玲便召集了电影导演桑胡和黄沙，主演范瑞娟和袁雪芬等人一起审看刚刚拍摄的《梁祝18相送》一折的彩色实验片。虽然在此之前，大家在关于把电影《梁祝》拍成黑白还是彩色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但还是决定拿18相送这个《梁祝》中最经典的折子戏做一次尝试。那个时候我们不具备这条件，那时候电影厂都有苏联专家的，他不许我们拍彩色，一定要拍黑白。那么可是电影厂的工作人员呢，要拍彩色片，因为像毛主席片的把越剧这个梁山伯祝英台要拍成彩色片，大家反而觉起好像我们实际试试看啊。所以电影厂的工作人员在那里研究那个药方，完全自己土办法上马的。有一次来试试很好，青山绿水啊，颜色很鲜艳，大家很高兴。过了一个晚上啊，变成这个红烧山，变成咖啡色了。哎呀，大家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曾经拍不成个变黑白片了，你晓得吧？夏衍心有不甘，连夜向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做了汇报。他说这个我们这个片子啊，拖得一样了，
研究下来的光线不足，彩色电影光线要很强。那么陈理事长他说：“哦，你们光线不足，那不要紧啊，我们那个部队里向啊，把头照的呀借给你们。”那时候没这个条件，硬是创造条件，那拍得非常辛苦。陈理事长啊，他也讲了，对吧？夏衍部长也讲了，他说苏联专家啊，要我们2个5年计划，我们3个都已经拍成了，是吧？所以我们要自力更生啊。当我们回过头再来细细观赏这部新中国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彩色影片时，我们会发现那些被记录在影像上的清晰身影，依然鲜亮的如同就在昨日一般。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一切在1953年的胶片中重现。这里面有美妙的声音、清晰的画面，还有新中国电影最初的那一抹色彩。1954年春天，第8届国际电影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洛维发利举行。在当时，遥远东方的红色中国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个神秘的国度。彩色戏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电影节的放映很快吸引了各国电影精英的关注。那么我呢，第一次穿花旗袍，第一次穿高跟皮鞋，第一次烫头发，第一次喝牛奶。那么去了以后呢，看好多是他们外国电影了，都是外国的近代的啊。那么放我们的2出电影呢，大家都是很新奇，很喜欢，因为从来没有见过，是吧？中国的片子，古代的那个布景服装啦，他们也是第一次。看了以后呢，他们感觉到，为什么2、3、8出影台的那个主演主角怎么没有看到啊？其实我每天在他们一起，我穿的衣服了什么都不一样啊。那么有一次呢，一个翻译不晓得谁看出来，这个是好像是做2、3百的啦。那么我说，我是个，那么好，大家哄起来了。哦，笔记本嘛很多啊，叫我签名。1954年4月26日，在第8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举行的同时，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也在日内瓦国联大厦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性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自率代表团前往参加。不久，一封急电发到了卡洛维发利，叫我们呢到日内瓦去即日就去了。总理他讲，世家艺术大师、电影大师卓别林，他看了2、3、8出影台以后呢，他很感动啊，他要拜会我，其实他要见见我啊。卓别林啦，他真是个话剧演员了，他一看见我呀，啊一声退了2步啊，叉叉腰，上面后面打量着我，他说不像，一点不像。这是美丽的东方爱情故事和电影大师的一次奇妙相遇。随后就匆匆赶回卡洛维发利，代表电影《梁祝》领取音乐片奖的范瑞娟不知道，这一次在日内瓦的奇遇，正是新中国和平外交的精彩一笔。在此之前，普遍的国际舆论对新中国抱有敌意，但那一次，当时主要的国际舆论转了风头。谁说共产党不要文化？新中国建国不久就拍出了这样美丽的爱情彩色片。周恩来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他幽默地说，他手里有2件秘密武器，一件是中国的美酒茅台，而另一件就是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卡洛维发利和日内瓦大获全胜归来的越剧电影《梁祝》也很快在国内掀起热潮。上海市于1954年8月25日起，在大光明、大上海等22家电影院首轮公映《梁山伯与祝英台》1000余场，观众近155万人次。该片还发行到加拿大、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
仅在香港一地共放映187天，观众达65万人次以上，打破了有史以来香港影片放映的最高纪录。粤剧《梁祝》自此举世闻名。特别轰动，引起国际上的反响非常强烈。柏林演出，当时演出呢，这个戏演下来以后啊，我们就是谢幕28次。过五的了，观众就是不走了。哎呀，我们一不走嘛，只好写了，一次一次写，写到有了重复写，不晓得写了多少次。1954年，当年写《金粉世家》和《啼笑姻缘》的张恨水老了，为了一家3口的柴米油盐，张恨水只得把当下时兴的传统戏曲《梁祝》改编成小说出版。1959年，小提琴开始用悠扬抒情的曲调讲述凄美动人的东方爱情故事，全世界被这个优美的旋律所打动。它的作者何占豪和陈刚当时是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系的学生，而在此之前，何占豪是浙江越剧团的一名乐队演奏员。他的灵感正是源自越剧《梁祝》那美妙的旋律。2006年10月，许多当年看过电影《梁祝》的老戏迷们走进了杭州剧院的大门。当晚他们看到的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著名小生毛维涛领衔主演的新版《梁祝》。对于一个素以改革创新闻名海内外的剧团来说，选择这样一个传统题材进行重新演绎，让很多人大为不解。梁祝与越剧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梁祝凝聚了中国民间的巨大的这种想象力，是一种奇特的思维，一种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浪漫情怀。实际上，我们今天拿这个传统，拿这个历史重新再来诠释的时候，我想我们或多或少站在100年的这样这个时间上，我们让这个传说，让这个美丽的传说，让越剧的这笔财富能够更大的能够扩张，能够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恰如当年越剧《梁祝》破茧成蝶的见证者周恩来说的那样，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所以成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古典戏曲，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是因为他不仅写了悲剧，而且写了理想。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让梁祝故事久演不衰，几乎伴随了越剧历史整整100年的光阴流转。而对于50年代的人们来说，梁祝似乎成了当时每个人心中一个最美好、最浪漫的理想，就像包裹在坚硬外壳中的坚果果仁一样，只有在敲碎它的外壳之后，我们才能闻到它包藏在里面的积蓄已久的芳香。